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。英國脱歐公投最終就有咗一個嘅結果，終於就係英國人選擇去脱離歐盟呢一個嘅組織啦。喺呢一個狀況之下咧，全球嘅金融市場都有一個好大嘅震盪。喺亞洲市呢邊啦，日經平均指數都係急跌8%嘅。香港啊，甚至乎 A 股啊，都係難免一個嘅跌勢。去到啱啱歐洲市開嘅時候咧，歐洲三大主要股市都係一個急挫嘅狀況。冇辦法啦因為呢一個嘅結果，某程度上對個市場嚟講咧，都係出乎意料之外嘅。金價咧，亦都因為咁啦，今日曾經叫做喺今朝翻嚟個低位1250美元啦，急升超過100美元，去到1358呢一個嘅位置嘅。金價短期間啦都會係有一啲嘅震盪，不過金價仍然會係有一個後市向上攀升嘅動力嘅。原因就係大家仍然都會係去揾一個叫做資金避險嘅工具。黃金作為資金避難所呢個角色咧，應該會係存在嘅。不過有一樣嘢要擔憂嘅就係，因為環球股市急挫，如果今晚美股開嘅時候咧，都係一個大幅下跌嘅狀況嘅話咧，投資者應該首先會喺金市度做翻一啲嘅套現動作，去揸翻啲現金啦。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喺股票市場可能有好多斬倉 call 孖展嘅動作，需要一啲資金咧就去救援翻呢啲嘅倉底嘅。因此咧，短期間金價可能咧有機會跌翻穿落去1300。甚至乎係1292呢一個水平啦，叫做先至係做翻一個快速嘅回吐整固，而跟住再喺1292呢一個水平咧，有翻一個反彈上升嘅走勢。所以啦，黃金應該咧可以部署喺一跌穿1300嘅時候，做翻一個嘅好倉盤睇翻上去啦。後市仍然係有機會升穿今日個高位，即係講緊1358美元嘅。今年似乎個 day high 啦，個 year high 啦，應該都可以係講緊去試1375美元呢一個嘅位置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再會。